罗西亚入侵乌克兰开战，这阵满半冬拄等乌克兰独立日，乌克兰这阵惊罗西亚空袭，禁止首都基辅来驻归。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尔西吉被判刑12冬，以上诉被驳回，只是即时入监。这嘛是马来西亚头一个入笼内的前首相。菲律宾总理进行 party 影片被流传，这阵朋友伫咧歌声半请身翕相，引发争议，伊也赶紧来回失礼。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讲30分钟，和你请做国际新闻通。首先，特别带大家来关心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哦，这阵已经满半年的时间。根据美国统计，有9000名乌克兰军队牺牲，另外罗西亚人死搁较济是15000人，两国的经济拢已经出现消退。先来看到乌克兰恐惊达到45%，讲到因中建的这个成本超过7500亿美金。另外，受到西方制裁，罗西亚可能出现1991年来上严重的这冲击。这阵咱嘛看到讲罗西亚军队拍算，我要对民间设施发动攻击，所以乌克兰赶紧宣布，在基辅市区禁止驻归。另外，看到美国国务卿在态度，布林肯亦搁再强调支持乌克兰来对抗罗西亚军队。俄罗斯出兵来拍乌克兰，到8月20日拄好6个月。这天也是1991年乌克兰第前苏联解体进程发表独立宣言的日子。当时在2004年，前总统库切马任内，加独立纪念日叫做国旗日。不过，在战争的阴影下，基辅当局禁止市区的大型集会，只有总统泽伦斯基率领官员加3军仪队来举行升旗典礼。另外，在外交的场合，包含欧盟加北约组织主要国家的领袖也是外交首长，分别是以视讯的方式，在第2届克里米亚论坛来发言，誓言来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Happy Independence Day. Respect for Ukraine's independence is at the core of the Crimea Platform, as is the principle that every nation'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must be respected. And we see it in the atrocities and repression by Russian forces in the territories that they besiege and control. 开战半年以来，尽管欧美对俄罗斯发动真严的经济制裁，也提供大型武器给乌克兰，也不过俄军除了开战初期对着基辅的攻势无顺利，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慢慢来占领重要据点，在南部也甲瓦乌海港口城市马里坡开攻落，也甲2400多名号称乌克兰战力上强的阿松亚人员给抓起来。不过，东北部的哈尔科夫甲南部的赫尔松周边，双方议员继续伫交火。以欧盟为主的西方国家讲要慢慢减少，并且停止采买俄罗斯的能源，抑个能源继续大起，唔但互俄罗斯趁真多，也欧美内地有全球面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经济制裁的确实也真难来落定论。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讲到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的关注程度，随时间豆豆来消退。为着要提醒民众，乌克兰人也阁受到罗西亚军队的攻击。2名乌克兰的兵仔特别将一台伫咧普查被罗西亚军火烧攻击的车体运送到德国柏林来展示哦。咱嘛做伙来看。在德国柏林上闹热的街头，竟然放一台已经被火烧甲那亲像一堆废铁的车。斟酌看，车的外壳阁有几60个，一空一空，互庆纸弹过去的空。到底是安怎要甲这只破古古的车放伫遮？原来这台车是为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城镇布查运到德国柏林来展示的。罗西亚的军队攻入去布查了后，在当地将几600个一般老百姓活活拍死，犯下非常残忍，互国际社会拢感觉真愤慨的大屠杀。为着要提醒其他国家，罗西亚的军队也阁继续伫杀害乌克兰的民众，所以2位乌克兰的士兵决定要发起这个活动，将伫布查去互罗西亚军队烧害车的残骸运到柏林的市区展示。Relict. It's like a small piece of war we have in Ukraine. 其实这台车顶头原本有一个4个查某人甲1个囡仔，但是因在伫车内和罗西亚的军人用枪拍死，然后佫用火烧死。乌克兰驻德国的大使讲，伊希望每一个经过这台车边的德国人，拢会当好好思考战争的问题。Müssen wir Deutsche uns doch gerade jetzt, wo dieser Krieg in Vergessenheit zu geraten scheint, uns doch fragen, haben wir alles getan, um weitere Autos nicht zerschossen werden?
事实上，自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德国就一直互外界批评援助乌克兰无够出力，而且即马有真侪欧盟国家开始限制罗西亚的观光客入境。德国嘛也搁伫发签证予罗西亚人，互乌克兰政府真难以接受。所以即摆即个不拆火烧车的展示，应该嘛是希望透过民间争取搁较侪德国一般民众对乌克兰的支持。记者甘恩恩编译。有影伫这反制罗西亚有动作，这是欧盟成员国之一拉脱维亚，即阵开始拆除旧苏联时期二战胜利纪念碑，碑啊咱看到罗西亚祖国伟大母亲这雕像拢被拆除。这款拆除行动未来也会继续。另外讲到拉脱维亚、Lithuania 和 Czech Republic 嘛对咧拒绝发签证予罗西亚人。纪念碑的周围有绿色的布围起来，会当看到两台怪手正在做拆除工程。欧盟成员国的拉脱维亚23开始拆除旧苏联时期的二战胜利纪念碑。For Latvians, this monument symbolizes Latvia's occup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fter Russia's invasion in Ukraine, we can't tolerate it anymore. 这个纪念碑原80公尺，是1985年起的，伫首都利兹的胜利公园内底。除了纪念碑以外，阁有边仔的俄罗斯祖国母亲甲3名红军士兵的石头像。不过，嘛伫11月15进前全部拆除，所引起国内5国的民众不满，超过1万人联署反对。各地的政治家伫附近组织，险险甲警方还有支持拆除的人发生冲突。俄国战争到即马满6个月，各国继续抵制俄罗斯，包括拉脱维亚、立陶宛、甲捷克已经拒绝发签证予俄国的民众。爱沙尼亚是为18开始禁止俄国人去爱沙尼亚发的签证，入境去欧洲的新禁区旅游。When these people are going to see Brandenburg Gates, the people are dying unde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ombs, and Russian Federation authorities are using the tax money what is paid by thes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ir tourist trips to Europe. 虽然真侪俄国游客抗议，认为家己有人权，无应该予俄国的公民替政府的行为负责。也不过，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嘛，要伫社群网站表态，会引起欧洲旅游是特权，毋是政权。伊甲芬兰的总理马里嘛，做伙呼吁欧盟限制俄国人去欧洲。若是欧盟所有成员国无法度达到同款的制裁协议，立陶宛嘛有可能联合区域国家禁止俄国的游客入境。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带大家来看讲日本产经新闻伊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Kishida Fumio宣布要考虑重启核电厂，明年讲要开7个反应炉，核电敢讲要重回日本的主流。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伊报道，2台罗西亚的轰炸机飞入去南韩的这个东海，韩国也出动 F-16战斗机来回应。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伊讲咧法国哦，即阵讲英国伫咧海岸巡逻欠超过800万的这个英镑。另外，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乌克兰罗西亚战争满6个月，乌克兰也咧等待时机一步一步将领土甲收倒转来。上尾来看到 Washington Post 同款报道哦，伊讲乌克兰应用罗西亚武器决策哦，电导来救到咱讲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首都 Kyiv。继续来关心，这个马来西亚前首相 Najib 因为洗钱咧，2020年7月，咱讲7项罪名全部成立，判12档刑期和差不多14亿台票这个罚金，伊不服提出着上诉，但是即阵联邦法院维持原判，即时就要入家坐12档的这个笼仔内，伊也是马来西亚建国以来头一位首相身份入家的。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行出法庭的时阵，甲支持者近身互动，不过伊也只存在短暂的自由时刻。伊洗钱案指控有罪提出最终上诉了后，13名法官拢维持罪名成立裁决，马上发监执行，刑期12年，罚款2.1亿令吉，相当14亿新台票。Yang saya mohon daripada mahkamah telah ditolak. Yang berdasarkan pada prinsip fair trial
69岁纳吉自2010年7月被控背信、滥权加洗钱等7项罪名全部成立，不过因好人犯法，得到缓刑保释了后，佫提出最终上诉。纳吉自2009年到2018年担任首相，可能指控加入主权财富基金伊马发展公司数十亿美金的建销贷，引起公愤。2018年，伊甲所领导的执政党大选惨败。在23最后寻求脱身的攻防当中，律师团认为首席大法官东姑麦润对纳吉有偏见，因为伊的先生捌在面册大文批评纳吉应该退出审理，不过时间点唔对，无被接受。We are very sad because we lost the appeal. The Almighty alone can dispense perfect justice. 律师团认为，纳吉被引导救市家己户头的基金是来自沙特王室的政治现金，不是为国家基金所刷过来。也个辩称，纳吉和财务顾问误导，尤其是伊马贪腐案当中的通缉犯经理人刘铁佐，伊和美国加马来西亚指控犯罪，说讲是无辜。判决确定了后，纳吉的刑期甲罚款已经可以自动失去这段期间的国会机关资格。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辑。过来看到是芬兰总理 Martin 的这个争议，最近伊因为 Party 的这个影片泄露出去，引发到众人的这个议论。即马佫有朋友伫咧官社翕一寡穿真少的这个相片，Martin 本人呢对这款影片引发的风波，亲身来回释的。两个女性相亲，也胸坎的牌仔写芬兰字样，就是这张相片，佮互芬兰总理马林的私生活受攻击。马林拜去表示，这张相片是7月音乐节了后，朋友伫歌社聚会时阵翕的。伊承认不应该翕安尼相片回释的，事实上已经不是马林第一摆为相关争议回释的了。Pyydän anteeksi ilman muuta sitä omaa käytöstäni ja toimintaani. En ole toiminut tässä parhaalla mahdollisella tavalla ja siitä pyydän anteeksi. 去年17月初4，伊并知影家己甲迄一天较近的外交部长有密切接触，伊还去夜店甲朋友聚会到加工透早，而且无挂喙罨。了后虽然检测阴性，有关互反对党批评做错误示范，伊也公开回释咧。进前网络佫传一段伊参加私人聚会唱歌跳舞影片，同款互人提出来做文章。马领导主动做药物检查，证明家己无食毒。马林伫2019年34岁时阵做全球上少年总理，行事作风也甲传统政治人物无同。伊主张爱有家己的私人生活，也爱参加聚会、音乐节等活动，也希望民众理解工作甲休闲是用分开的。不过最近这画面也对马林的形象造成冲击。同款是女性做主的另外一个北欧国家瑞典，下个月11日要举行国会大选。目前以执政党社会民主党为主的左派联盟甲右派阵营平手，是要重新夺回政权的右派政党，正拼命要求极右派瑞典民主党。Tryggheten, bekämpa brottsligheten. Det är det som väljarna upplever som den viktigaste frågan. Det är det jag möter när jag träffar människor runt om i hela landet idag. 目前左右派势力拢将选战焦点放在打击犯罪，这几年来瑞典帮派犯罪有相关的现象。前礼拜五伫第三大城马尔默一个商场，佫发生枪击案，造成2人受伤。另外，瑞典国政党对外来移民也采取比以前更加强硬立场。上新民调显示，较靠向中的瑞典民主党得票率可能比4年前较悬，有18到19%左右。分析认为，这摆大选佫形成少数政府关键小党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公司新闻站回面评论。过来要看到是尼加拉瓜奥提加政府为着要消灭敌对的这个势力，用尽办法，甲当地全国性的纸本媒体新闻部的这个总部第23硬改做是文化中心，有影是消灭新闻自由。另外看到这个 Mexico， 佫有记者因为报道的这内容失去性命。尼加拉瓜的司法部长温蒂莫拉里斯23参加以西林荷西厄特桥为名的文化中心献幕仪式，甲大楼的使用权物件交互负责人。而这座文化中心的入口边的所在，新闻部招牌所留下的字也真清楚看得到。新闻部是西半球历史上较悠久的报纸之一，去年互尼加拉瓜警方强占，经理霍尔曼就检方以洗钱的罪名来起诉。所以高层互加禁，了后120名记者就流亡海外，对哥斯达黎加、美国、墨西哥这所在发行网络版本的新闻部，
不过奥地利政府打压异己，用尽办法来限制新闻自由。直接甲新闻部的大楼机器甲设备全部来征收，用文化中心的名义重新来开播。En este momento, Nicaragua es el único país en el continente americano que no cuenta con diarios impresos, que ha elaborado toda una estrategia para cerrar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informativos, pero que ha perdido de vista que con cada medio de comunicación que cierra limita la posibilidad de expresión de su ciudadanía, la capacidad que tiene esta de informarse también y sobre todo intenta manejar y establecer un único discurso para intentar tener un control no solo total y absoluto del país, sino es una estrategia que busca controlar el pensamiento de la ciudadanía que aún está dentro de Nicaragua. 嘛是新闻部的见到网络报纸、机构甲电视频道100%消息的办公室也做到当局来没收。墨西哥记者23日阿卡普哥市举行示威抗议，凸显今年到即阵为止已经有18名同业比赛的事实，要求终止对媒体记者用各种方法来对杀的行为。Nadie está segura que salimos de nuestras casas, pero no sabemos si vamos a regresar. No sabemos qué de lo que decimos, qué de lo que escribimos puede molestar a las personas y no sabemos si es nuestra última nota, nuestra última columna, nuestro último reportaje. 相信的受害者是专栏组别佛雷迪罗麦，伊在日发表2014年43名学生失踪惨死案件，有政府官员刊写的文章了后，开车之外就和一寡骑机车的杀手开枪拍死，是这个月第4站记者比赛的案件。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过来看到中国因为坚持清零的这个政策，真接咧封城，经济一定会大受打击。真侪店家有影被动的都来倒店哦，袂少人是中心出发，开始开餐厅也好，还是讲摆档，伫咧北京街仔头，就亲像这款的临时夜市啊，吸引袂少民众来交关。当局鼓励恢复生产，恢复做工课，对这款夜市啊，自限制嘛，走向开放。夜市的人客甲10桶桶内底食，用啥物拢总付，叫卖声大大细细就有够闹热。这甲台湾夜市真共款的所在，其实是伫北京。原来开酒吧的孔先生因为疫情生意无好关店，听讲夜市的人济归去，将陕西的招牌店搬去餐车开行动酒吧。我在网络上看到南方后备箱集市非常火爆，我特别希望北京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后备箱集市，我参与到其中。另外一个卖印度香品的苏先生，本来也经营实体店面，因为疫情倒店了后，货品囤伫厝内底，伊就开行动货车到夜市啊，卖看卖。现在不是经济复苏嘛，然后呢，大家都过来出来这种摆摊做生意啊，但是就是人流也挺大的，然后也增加一下自己收入，也挺好的。过去在北京，亲像安尼开车摆档有严格限制，不过伫疫情转好，政府鼓励复产复工的前提之下，愈来愈多人投资这种小本生意，也自然加做夜市啊。其实说实话哈，其实这些小东西我是没什么钱赚的，但是确实会在这里我能遇见很多很有趣的朋友。那疫情有变化，行动货车打翻有随时所天然优势，这种有高度春秋的经营模式，伫非常时期加做变经济上会管道。公视新闻站回面评价。伫咧咱台湾有民众会摕食食了饲高山啊，这高山啊是愈来愈唔惊人哦，甚至会甲人的物件抢过来。这阵主角换作是猪啊，这是发生伫咧西班牙城市巴塞隆纳市区内底的野猪啊，四界走丛，唔奈对这个摕塑胶袋的人高甜讨食食了，野猪啊四界走丛也造成交通事故。巴塞隆纳市政府就讲，若无处理好势，明年恐惊增加到200万只，只好出动兽医师抓到野猪以后，就随安乐死。你无看唔到，伫市内巷仔底，这一只一只四界里落落踅的，唔是野狗，嘛唔是野猫，是野猪啊！伫西班牙城市巴塞隆纳，阁有附近山顶的一寡主题区，自差不多10年前，就开始有野猪仔出现伫市区，因为常常有人会感觉好爽，摕物件甲因饲。尤其是来巴塞隆纳佚佗的观光客，所以野猪仔的数量就愈来愈多，而且变甲完全唔惊人。真侪野猪仔伫车路走来走去，甚至去足骑奥多摆，也是骑脚踏车的人造成车祸。巴塞隆纳伫去年因为野猪仔所造成的车祸，都有1200几件。
有的亚迪亚更较好打，看到有人手提塑胶盒啊，就会直接去甲盒啊要抢物件来食。Porque si no, y como lleves una bolsa, y esto no tanto, pero la de plástico. 伫过去2冬，因为疫情的关系，市区的街仔路定定拢无啥物人，食亚迪亚就愈摊愈侪，已经变作是真严重的问题。市政府只好派出兽医的团队，伫暗时用网仔来掠亚迪亚，掠到了后才注射，互因安乐死。兽医讲，因实在是真无愿意做这种代志。但是亚迪亚数量太多，而且就算把这亚迪亚放去野外，因嘛已经失去野生动物家己找食的本能，无法度个生存落去。Peopl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feeding boars is forcing them to survive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y cannot survive by themselves. 根据估计，若是无赶紧好好处理，明年市区内亚迪亚可能就会超过200万只。所以即马除了把亚迪亚掠来安乐死以外，巴塞隆纳市政府嘛会加强管理粪扫桶，卖予亚迪亚黑白冰粪扫来食，阁会对摕物件饲亚迪亚的人罚钱。希望透过这方法，会当早一日解决这种亚迪亚之乱。记者甘恩恩编译。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民，马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